来听众在听得丰仁医院事后沈凤喜濒临死亡者，因为杀恶道理经过一场洪灾，沈凤喜身受刺激，个神经病的害灾。别个挨个比方呢，不能太广，这个太高太结棍，后杀杀的还神经病就是。但是你这个心力衰竭，已经导致死亡的边缘。眼快的桂瑞峰父女两家人放弃功，经营强军，努力从死人水中得口来。上人娘与王妈忠心耿耿，经过了精心的护理，嘿嘿，几个月下来，凤喜身体全部康复，但是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风神有的不接受呢，这样的毛病还值得来给他做啥？那也吃药在。沈凤喜昨日富家口贵，跟人落日的落得起你，加上后里那挺身而出，到我里去。将来我得来，我与英王公是一副，总归三家不为家是在。我屋里向一个多养奴，爷娘们还结果上一起了什么？根本来当我一台走起子吧。况且你两个人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，所以今朝后里呢，拿凤喜从医院里向接出来，回到屋里向，那里领到爷娘房间里，爸爸妈妈。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，给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沈凤喜，你们倒看看像不像啊？像啊！侯杰生一口，哎呦，但是这样的，两个人，你们眼睛不对直播，欧骨生得一式一样，身上那个行头也是一样，真的见到两个人一道进来。假使说单独进来，我说的要认错的当时自家弄的呀。哎，只是听说呀。不过今天是亲眼看见的，真像，呵呵，像啊像啊，太像了！哎，我说太太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不对哇！一看自家胡太太这面孔不大活络些，胡太太改星光，手上面衣中于怒吼，不开口，只顾小衣服，眼睛不看缝隙，目光对准上头。比如嘿，这两个人面孔是讲相像，阿为的是来，他让外头插个来后，侯杰生解决，很不懂得冤枉来后。我一想杰生是爱，从来不走花路，一怕太太吃醋，拿得家杀不好，二怕生命狼藉，弄得体面人物，三怕碰上这种铺后。反过着的杨梅不动，来他不对，倒腾耳朵。那也是，你都两个人拿着个想想，谁带翻来问我？一问到800人里弄，就把一个姊妹让她半个丈夫，替我是个12月各种漂亮的钢头，弄这个吃亏事体啊！搿么今朝哎呀，改子凤喜个面，我来一番假释，搿是显得不风度子。搿种嘛，现在当侪像克拉一样，有档次，都不得文学水样叫好的。沈小姐，请问沈小姐芳龄？我17岁了。哦，17岁。对了。他是比我们李娜小了3岁啊！李娜是20岁，太太，李娜17岁的时候，哦，李娜3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于是这个门里嘛，为啥你提醒你那别忘记他？李娜3岁辰光，我让英国伦敦见到真正要出来，我是打出来个不是这个偏好实在。也来眼睛了，搞不对在弄个文学儿进来在侯太太开头觉得有点奇怪，夏天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去问别人家去过芳龄，这个是不大礼貌，有种人反击的呀。现在觉得这男人是那让加深的问个无谓。那么看来我面孔上露子赢了孩子，可是哎呀，显得三高八几的眼睛。
露出笑容不及自然的。沈小姐，那么给他们就是那个屋里子啊。丽娜呢，因为是读洋人，从小是义气的嘞，孤单的嘞，那么没办法嘛，养点买了养点狗，一点不想想，不晓得个满关中上不懂事体个呀，喊起来嘛，蛮喊个他那吊的嘞，喵喵。一个发呆嘛，介绍发中山皮去，呜，水也抓了龙个呀！哦哟，龙得来唔起想，里那么水浪不里抓噻，那么家浪向嘛，马子嘛老婆龙得来已经要哭了这个，所以嘛，已经唔把一个姊妹那边真正过在一起了羡慕。哎呀，可能现在与自家个妹子是很实在。哎呀，那反过来据说啊，给他那夜上的经过刚孩子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拿福建那个种药，人家认得个药，这个药不是中药，这个药是啥是给的个药？哎，我说凤姐，你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这个叫啊！凤喜受了啦，面孔炸得凶，对神的一句话唔白。听后里那讲，一讲我讲药了娘。那么还是自家不承认并不，搿为的啥不想不肯接应一啥嘛，有一种自卑感。我是晓得两人，一个马场的姑娘，屋里向一贫如洗，哎，到屋里向自家的好，自家的气派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像我自家的人更佩服上。只过是实在因为嘛，所以对人的不肯想。现在不老些家是刚必来，而且是出于真人，是告诉我再不接应说法，他也不尽神情。那么暗暗对比跟立起身来，最得两家的门人们深深一个鞠躬。爹娘叫掉，哈哈！后来夫妻听说这个一上去还是真叫恶心了，这个负责人当着新娘的礼户啊都开的呀。啥个道理？因为后里那实在养跑不够，哎一到要是还有像咱屋里这样飞得来着，飞过去着，不琢磨定个。我告你接起人来，爸爸妈妈有人讲爸妈，有人讲 baby 妈咪，在我个养跑。那今朝顺梦是大大滴滴的一句托我爹娘的北风味，实实在在的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啊！哎呀呀，真正哪位人我都不要分通，一人人做着娘子。哎呀，哎呦，难看娘反扑哪位人呀？你那来这当我刚个在深度两高头面孔上的一色一样，整个像双胞胎呀，还是一种奇迹啊！是吧？那么还给啊，那有啥困难不经过他娘讲还在啊？那讲呢，从前出生嘛，没口分享就是说家庭的温暖，啊，那么所以现在人光么不那个补偿呀，啊，谢谢妈。哎，这一来是两夫妻两高头的，真的蛮开心。说个道理，能身心不够，这样好你嘛配上，我喜欢嘛，那么这还答应来，阿拉实在，所以要努力接近那么事情，才到爷娘讲下个。今朝老夫妻高高兴兴，为要准备团圆要饭，可是为要见面的了。现在这个家不去见面的了，不是一张红包哦，啥个？好，你那该啥？你身上想还有啥？一样对待，不两样的。不晓得你都给他讲得蛮难嘛了。唯有给房间里向两个娘姨，哎呦，对得你落得来，这上主娘有往往就歪着人呀。有些人光三个白高，我对人家一头白个不来个呀！哎呀，李妈姐，还是李干才人有个房间家。李妈是个负心人，那么负心的人，像我这个也是人点多，上上你们特别活络，特别聪明。你多当心啊，这句是磨皮啊！这上上娘说是讲会讲闲话讲，你棒子头呀！哎呀，谁是你师讲？现在领导一只房间里向，我不给大你讲一声，一只房间不能那个了，我一定也是穿上来着。妈妈姐姐，
不敢当过，哪能叫我阿姐家？那么你快点比我头嘛，怎么叫你家家乖？呀，快点头嘛，不等于年纪头呀。伊说房间么是不了你个？房间是我个噻。哎，不是你也诚心了，不诚心了。好两不吃。那么，我到大你也蛮谈得拢个呢。哎喂，我的才是伤心这个儿。哎，你是上德。我是一锅两香个。刮了送菜，哎喂，走嘛。走呢。你可，诚心了，不好过，绝对好过。一个子单单呢要落回来。哎呀，我的么太白点呢，你的将军府是还要好多哎。呀，我的将军府嘛，你去到里上比个呀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么呀，真好福气，你也报道这都好多哎。哎喂，我是对我的小家好讲，我开心挖头长个。那么都吃你个妈妈长头瓜，不是讲，两位叫啥呢？李妈子，李个么叫南的小家惠州人，但那家人人光嘛，湖南么是个奶妈，湖南么是我的小家个奶妈，其实那里个奶妈嘛是江浙日后，我里个奶妈是大姓的。那还大姓个啥？哇对呀，你奶妈没啥个话对啥哈？我其实不该吃个奶奶家。要么伊要里向个服侍个人光不该吃个牛奶。哦，分吃过个。不是个呀，开始单讲我个香港了，所以定会讲我是个奶妈个呀。哎，难道小家么好吃噻？我的小家是苦吃噻呀，那苦吃身上。给哪能有啥个资格用啥奶妈家？用得起这奶妈不会是俺能苦在位。哦，哎，小辰光，我的小家不知阿领导到房间里向去的哇。开个在，是个啦。哎，那么男人到少一些，两头里去到房里去讲讲的哇。哎喂，搿到房间里向有讲有说，搿么我大奶妹呀两家头有讲有说。蛮好。我你们一对老姐妹，搿都一对小姊妹。蛮好。是咯啊，就说两家头的确让房间里向讲得来，还是积积融融，才是带点知心闲话。因为奉系呢势力大盛，想不到今朝位于时间一日。后里那大里安排的妥妥帖帖。凤喜，何小姐，你怎么又叫我何小姐了呀？应该叫你小姐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可不依你啊。还是叫我名字。应该叫你小姐，我不敢当了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丽娜，哎，哎，你看呐。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！你看这个房间，给你准备的啊，这颜色，这家具，你看合适吗？是为我准备的。是啊，收了说法里，听你讲为我准备的，那么细细淡淡看看着。这只房间说是为我准备的，这个人要眼疼，富丽堂皇。相对来讲，四面侪是个相布哈，家具是做落实个，电灯、台灯，巴士英语情绪嘛为空调了，一天热不上，两天冷不上。哎呀，说实干还发讲，那么样样侪齐个。这上是上，张是张，平是平，旁是旁，我是我，俺是俺，喷是喷，香是香，平旁喷香，最深无情，那么的非而不得。那有些家曾经当我讲过，你两家头家是儿女媳妇，我总想搿点名已经是写得来的，势力大盛，让希望的必须让想挣扎过来，我到回家是不能再见面的，也没办法再见面的。想不到你当我讲，你一旦讲不了回家时，神就能够头头悠悠。我自从我自过来之后，写的阿叔已经让人吃过事，娘家之人已经走脱着，我是孤苦伶仃，富家可归。今日前头妈妈不晓得哪下下去，想不到你现在水里之后。为能够让人一代享受荣华富贵，心里想哪哈不激动？个人一激动，就是喉咙里向会得干事，眼里悲时只得夸而吃。这叫我怎么说呢？
我是激动的泪花落胸膛，口里我只得西归这茶里饮何小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雷声犬马图报了。哟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你说这话说见外了，我可生气的。姊妹俩高头，可是真正呀，讲的才是知心的闲话。那么怕爷爷回转来回答娘以往给你，这个种说法是再新颖的，叫意识了。就是上头娘一王嘛，那个父亲娘一礼貌，两高头要配亲纠责。哎呀呀，你妈子，你们要叫我阿姊，我们叫你姐姐，根本弄不清的喂。哎呀，你当然不知哪能有问个呀？我盼这个姐妹吧。哎，干么好个？那么要不是那都是要讲，我们要不是我的小讲，那今年几岁了？你几岁啥？我是熊。奶奶，哎呀，拿这个瞧个啥？哎，我也是师兄嘛。这么好个喂，咱是师兄噻，根本呢几月里讲？我们6月里。哎呀呀，我也是6月里呀。哎呀，那有我个是几个啥？根本你6月几日啥？我是6月初6。哎呀，给回哟，
奶奶，我弄啊弄。哎呀呀，我的两只给我呀，奶奶，多好个！把人家这么给我给，今朝我的两只给要回来啊！奶奶啥个时辰了啊？我是四十万。哎呀，根本我毛事。哎呀，我比那小，根本对不起了。爱吃西。我只好叫你妹子了。根本总归是那妹妹在位。根本我是阿姐的。阿姐呀，根本两个哎，我俩当然是家人，咱们这才要。怕他是老板过了15载啊！怕他是老板过了15大个们小看这天窗了是2五载。啊，怕他老板过叫小看天窗。哦哟，我把你发烧高。跟我里面这哪个信了我个肥仔哇？那么我老是当你说，我一旦嘛是个半个的主人的。那我这个小姐们当我娘官。哦，吃我个妈妈长头官。是呀。你有啥事体么？当我讲表啊？好个好。我们有啥事体么？我的小姐把人管噻，听我讲管。那小姐是好高，这对我的小姐是好嘞，这像是个姐妹的。哎，那么你的小姐也好管。给年纪比我的小姐头么奶奶，给叫我的小姐叫阿姐管。里上阿姐呢，阿东里向有巧看的呀。啥叫巧看啥？给这前2天嫁一个男人的呀。难道小姐叫我的小姐叫阿姐嘛？就是哎，我的小姐嘛，将来不是离哥，难道小姐嘛将来离哥？还是老啊？你一个我听不进了的，啥个一个了一个啥？我这个小姐当我这个姑爷们真正要好的喂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这个小姐一个，你这个小姐们一个，是两个。我的小姐是老实无一生，但我的少爷是给到自由恋爱。俺晓得自由恋爱是抽恋。啥叫抽恋啥？抽恋也不懂个，那里只新式句子，哪能一点也不懂个家？我才不懂管。哎呀，那这下午在偷老子，根本我比那稍微要开放点噻。你们这开放个喂？哎，抽恋嘛，就是一个从来分这些男朋友，一个从来分这些女朋友，第一次谈恋爱，这个就叫抽恋。哦，一个人叫抽恋。你哪个有几年个啥？不是我说出来的呀。说出来的。哎，我自家本人是不经眼的。你不要客气了，你讲得出没有几年干？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我是抽恋懂啊，不懂的呀。抽恋嘛，没点关。我只晓得第一名不灭第一个。第一名跟灭第不是一样的。哦，灭第一名一样的一样的喂，那你就是要办错的那的了。那么你到刚刚你这个小姐好了不好啥？我的小姐当我的个姑爷是盖多里的经历是我真正才把思想起。谁晓得个？我才晓得个。那么你搞点出来听听嘛。盖多个百花厉害，电视苦了嘛，晒了你个头皮里一般站稳。真的？是认为。我的小姐是当我的个少爷呢，盖都是参天旁台个。哦。我的小姐嘛，拉上楼梯天桥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吃蹦吃蹦吃蹦，啥个么子啥吃蹦吃蹦啊？吃嘛，要看板板站，板板头皮我再来吃叫吃蹦吃蹦吃蹦蹦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唱大鼓个呀个。唱大鼓个。你们什么不高兴是在要我来唱吧？那么顶好的喂啊，唱不好听听的喂。哎呀，我是唱不够那个那乌龙好，我是老毛乌龙菜。不要客气了，跟他听个唱啊。春季里来百花家，雨有香味在天家。盖下读书混来顶，白牛把头红哒啦，夏季里来后花香，第八插水两有样，山呀途中风光片，小家办啥个文迷王？哎，你这天老爷
要么这么要三个大本人家做对，给到人家的棉花也是有点爱花嘞，爱来盯着还债，不晓得弄个吹一两只脸包呀，就想到毛病所谓么叫我的小呀包子，那么反小呀又把我们流浪班的帮票费的分店把我们得名嘎个呀，就该东西呀，哎喂，那么。反手呀，一把我们叫啥李浪个的小姐嘛，把这个文言我们现在的那个刘江中呀。那没来哪呢？小姐们没办法，为这个新郎人反手呀，们做好汉子眼里答应我呢，要相信讲。对我，那么也是那么我的说呀，讲到给你多吃来着。那么买好了哇？我的啥家？哪家？给都办的个呀。七里来菊花开，新人送风喜弄啊的，比比打得鲜血啊流，神经丑陋必吃啊的。些弄得个都办着子，说呀都不也比个要个呀，两个的小姐们只干个包子要打来个呀，所以嘛不给加4000块个支票，表自家心情，不晓得反说呀，么当个别子心ใจ呀，啪啦支票嘛差的哇啦嘛木兰松西。俺们的小姐为这了么把那刘家就一旦辫子打了，这学领大姐们，哎呀，好伤心的，还要还给唱了呀，一直唱到司机先生，我的小姐眼睛往台板锅里切了，俺们不领奖，里个里打出这些奖呀，那么拿啥？俺们给一年都要大意啊，大意。哦呀，都真笑话。都要大意嘛，你再去买一点，这都没好了哎。哎呀，那当然这点啥讲？还是要大意啦。不是要见下个扎朗朗个大衣呀，不是也衣裳呀。他们都在喊大意呀。哎，叫万少也叫大衣个呀。哎，给一年到喊都呀，喊都呀。哎，给一年喊大衣呀，大衣给谁是要个大衣，要个新郎人呀。哦。哎，俺们等到60天嘛，叫啥给大衣到来噻。冬季里来雪花飞，香味新郎新欢喜，新兵为呀新呀衣，体内家家新吃啊米。想把这两高头整个伤心噶，给人不吃给舞蹈这不是大意，这个是他的照片。俺们反说也好高，给我不是照片，我真的人呀，我真的来可你哟。俺们给我不相信呀，我默默可。侬反说呀，带了没到手了，没给扎了这个手，叫啥？哇，可是可来，给我整个我的大衣来着，整个我的大衣来着，别搞得包了怎么样呀？你这真的是呀！俺们给毛病好在，俺想想看李子奶奶还是西医个咯，心病呀，别要心下来医个呀，经常个整个啥了？我是听啊非听的。啥了？有这种个事体个真。哪能讲？我的小家大姑爷们叫明媚正气、名正言顺，这个丑里，我听啊非听的。你真啥吃臭男人了？我当着那哈个，吃崩个。哪能了？那么把人家么糟蹋狗个。呀啥叫啥？哎呀，我要一个了狗个嘞。那你吃什么呢？哎呀，上午叫啥哪子？我打你我打你脱了。还没起来的。我小家大个姑爷们，真正是天人一对嘛，地人一双，一个是二不啥个。哎呀，今年来了我个，我也晓得，一个是来超的无辜呗。你到
两家头是讲叽叽喳喳了啦讲，老里向的一个人听见着，啥人没缝隙？缝隙立了门外头，哪会得了门外头嘛？因为后里那白特着，那么你下午等房间里没事体。熟悉的那个路径，一方面来看看王麻蛋的人了，老里一打，手一大路走过来嘛，前腔到挨到房门口，这里都刚刚有全部听见。到现在辰光，立马这个一番要讲出来嘛，这个啥自家心想，啪一吹，这个头里向啪，为得一闻，一个刺激手扶两个人掉出来，现在哒哒哒哒哒，马上到门口出去，到哪头哒哒哒哒哒。是往这西龙台的方向而去。为啥要哭奔西龙台嘛？因为西龙台里向有那个百花梨哈，西龙台里有那个恋爱三部曲，所以是下意识的往中西龙台去。分析到有人等下里来，啥人呢？推进里怕人等下了西龙台，那么要帮家生东西。沙马尾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凡事如意，清平无道。很不懂我冤枉来后，我一想洁身自爱，从来不走花路，一怕太太吃醋，难得家杀不好，二怕生命狼藉，弄得体面财物，三怕碰上这种铺后，反顾着点杨梅八毒，来他不头打他耳朵。你也是，你都两个人拿这样想想，谁带饭来问我？一问。也门多800能里诺，就把一个姊妹让她半个丈夫，天下世界12月各种漂亮的港头，弄这个吃亏事体啊！那么今朝，哎呀，该子奉献个米，我来一番假释，可是显得不风度着，搿种嘛现在当在上克拉一样，有档次，都不得文学水养叫黑的。沈小姐，请问沈小姐芳龄？我17岁了。哦，17岁。对了，她是比我们李娜小了3岁啊。李娜是20岁。太太，李娜17岁的时候，哦，李娜3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呀？于是这个门里嘛。为啥你提醒你，你别忘记他。李娜3岁辰光，我让英国伦敦见见到真正要出来，我是大洲那个不是这个偏好实在，一来眼睛了胳膊头在，弄个文学儿进来在，好太太开头觉得有点奇怪，夏天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去问人家去过芳龄，这个是不大礼貌，有种人反击的呀。现在觉得这男人是那让假设我的误会。那么看来我面孔上露出赢了孩子，可是哎呀，显得三高八几家，眼睛露出相用的及自然的。沈小姐，那么该他们就是那个屋里子啊。李娜呢，因为是读洋人，从小是义气的嘞，孤单的嘞，那么没办法嘛，养点买了养点狗，一代不想想，不晓得个满狗中上不懂事体的呀，喊起来嘛，蛮喊个他那叼的嘞，喵喵，一个不对嘛，介绍发中上边去，呜，谁也抓了龙的呀，哦哟，龙得了唔起想，李娜嘛水浪不里抓噻，那么家老乡嘛。马子嘛，老婆弄得来已经要哭了这个，所以嘛，已经不一个姊妹在面真正过在一起了羡慕。哎呀，可能现在有自家个妹，要后里嘛配上，我喜欢嘛。那么这还答应来，那实在，所以要努力接进来嘛，事先才到爷娘讲下的。今朝老夫妻高高兴兴，为要准备团圆要饭，可是为要见面的了，现在这个家。不去见面的了，不是一张红包哦，啥个？好，你那该啥？你身上想还有啥？一样对的，不两样的。不晓得你都给他讲得蛮难嘛了。唯有给往给一想2个娘姨，哎呦，对的你落得来，给上主娘有往往叫外州人呀。一些人光3个白高，我对人家一点白个不来个呀。哎呀，李妈姐，还是李干脆人有个房间家。李妈是个负心人，那么负心的人，像我这个也是人点多，上上你们特别活络，特别聪明。你都当心啊，该句是毛坯啊！
搿啥时娘说自家会讲闲话讲，你棒子头呀！哎呀，侪是你自家。现在领到一只房间里向，我不过搭你讲一声，一只房间不来难个了，我有点也是穿上来着。王妈姐姐，不敢当不能，哪能叫我阿姐家？那么你快点比我头嘛，怎么叫你姐姐乖？哎呀，快点头嘛，不等于年纪头呀。一只房间嘛是不来你个。一只房间是我个噻。哎，不记你也诚心了，不诚心好了。两吃。那么，我到大你也蛮谈得拢个呢。哎喂喂，我的才是伤心这个，是哎，你是上德，我是一国两香个。光了送菜，哎喂，走嘛走嘛，走呢走呢。你可诚心了，不好过诚心好过，绝对好过。一个子单单呢要落回来。哎呀，我的么太板定了，你的将军府是还要好多哎。呀，我的将军府嘛，唔去得里浪比个呀。哎，你这个小家们呀，真正好福气，你呀报道子都好多哎。哎喂，我是对我的小家好讲，我开心挖头长个。那么都吃你个妈妈长头乖。不是讲。俺们叫啥呢？李妈子，李个么叫南都小姐惠州人，当然家人辰光嘛，湖南嘛是个奶妈，湖南嘛是我的小姐个奶妈。其实南里个奶妈嘛是张家日后，我里个奶妈是大姓的。那还大姓个啥？哇对呀！你奶妈没啥个话对啥哈？我其实不该吃个奶奶家，要么医院里向我服侍个辰光不该吃个牛奶。哦，分吃过个，不是个呀，开始单讲我个香港了，所以就会讲我是个奶妈个呀。哎，难道小姐么好吃噻？我的小姐是苦吃。来听众在听得丰润医院10号顺丰西濒临死亡者，因为沙达里经过一场洪灾。顺丰西深受刺激，个神经病的害灾。不过按个比方呢，不能太广，这个太高太结棍，后生晓得还神经病就是。但是你这个心力衰竭，已经达至死亡的边缘。幸亏的桂瑞峰父女2家人放弃功，经营强军，努力从死人水中得口来。上人家与王妈忠心耿耿，经过了精心的护理，嘿嘿，几个月下来，奉系身体全部康复。但是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风神有里不接受呢，这样的毛病还值得来给他做啥？那也吃药在。沈奉系昨日富家可贵，跟人落日的落得起你，加上护理呢挺身而出，到我里去。将来我得来我与英王公是一副，总归3个不外交是谁？我屋里向一个多养奴，爷娘们还结果上一起了什么？根本来当我一台走起子吧，花起你2个的面孔生得一式一样的，所以今朝护理呢，拿缝隙从医院里向接出来，回到屋里向，拿里领到爷娘房间里，爸爸妈妈。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，给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沈凤喜，你们倒看看像不像啊？像啊！侯杰生一口，哎呦，但是这样个2个人，你们眼睛不对直播欧骨生得一式一样，身上那个行头也是一样，真的见到2人一道进来。假使说单独进来，我说的要认错的当时是个男的呀。哎，只是听说呀。不过今天是亲眼看见的，真像，呵呵，像啊像啊，太像了！哎，我说太太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啊，不对哇！一看自家胡太太这面孔，不大活络些。胡太太该星光，手上面衣中于怒吼，不开口，治国小衣服，眼睛不看缝隙，目光对准上腹。别人说：“嘿，这2个人面孔是讲相像，阿为的是难，他让外头插个来后，侯杰生叫声呀，那呀，给哪能有啥个资格用上拿马家？用得起这拿马不为是讲能苦在位啊！哎，新光，
我的小家伙子啊，领导到房间里向去的哇。开个站，是个啦。哎，咁么男人到少一些，让到你去到房里去讲讲的哇。哎喂，搿到房间里向有讲有说，搿么你打那么样两家头有讲有说，我你们一对老姊妹，搿都一对小姊妹，蛮好，是咯啊。就说两家头的确让房间里向讲得来，还是积融融，侪是带点知心闲话。因为奉系呢势力大盛，想不到今朝位于时间一日。后里那大里安排的妥妥帖帖。凤喜，何小姐，你怎么又叫我何小姐了呀？应该叫你小姐嘛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可不依你啊。还是叫我名字。应该叫你小姐，我不敢当了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丽娜，哎，哎，你看呐。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！你看这个房间，给你准备的啊，这颜色，这家具，你看合适吗？是为我准备的。是啊，收了说法的。听你讲为我准备的，那么细细淡淡看看着。这只房间啥是为我准备的？这个人要眼特，富丽堂皇。相对来讲，四面侪是个墙布哈，家具是做式的，电灯、台灯，巴士英语情绪嘛为空调了，日天热不上，两天冷不上。哎呀，说实干还发讲，那么样样侪提高。这上是上，张是张，平是平，旁是旁，我是我，俺是俺，喷是喷，香是香，平旁喷香，最深无疑。那么的反而不对。那有些家曾经当我讲过，你两家头家是儿女媳妇，我总想搿点名已经是写得来的，势力大盛。我让希望的必须让想挣扎过来，我到回家是不能再见面的，还没办法再见面的。想不到你当我讲，你一旦讲不了回家时，神就能够头头悠悠。我自从我自过来之后，写的阿叔已经让人吃过事，娘家之人已经追脱着，我是沟口伶仃，富家可贵。今日前头孩子很实在，哎呀，你别觉得据说啊，给得你一说你经过讲下子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拿福建那个种药娘认得个药，这个药不是中药，这个药是啥是给的个药？哎，我说凤姐，你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这个叫啊！凤喜受了啦，面孔涨得血红，对神的一句闲话不白。听后里那讲，一讲我讲杨了娘。那么还是自家不承认并不，搿为点啥不想不肯接应一声嘛，有一种自卑感。我是晓得伢人，一个马场的姑娘，屋里向一贫如洗，挨到屋里向实干的好，实干的气派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像我实干的人更配不上。只不过实在因为嘛，所以对人的不肯想。现在不老些家是刚必来，而且是出于真人，是告诉我再不接应说法，他也不尽神情。那么暗暗对比跟立起身来，最得两家的门前们深深一个鞠躬。爹娘就掉，哈哈！后来夫妻听说这个一上去还是真叫恶心了，这个负责人当着新娘的礼户啊都开的呀。啥个道理？因为后里呢实在洋炮不够，哎，你大院子还有像咱屋里这样飞得来着，飞过去着，不琢磨定个。我告你接起人来，爸爸妈妈有人讲爸妈，有人讲爹地妈咪，在我个洋炮。那今朝顺风是大大滴滴的一句托我爹娘的北风味，实实在在的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啊！
哎呀呀，真正难为人，我都不要分通，一人人做着娘子。哎呀，哎呦，难看娘非怕难为人呀！你那来这当我刚个在，身多两高头们面孔长得一式一样，整个像双胞胎呀，还是一根奇迹啊！是吧？那么还该啊，那有啥困难不经过他娘讲还在啊？那讲呢，从前出生嘛没口，分享就是说家庭的温暖啊。那么所以现在人光么不那个补偿呀，啊是。谢谢妈。哎，这一来是老夫妻俩高头的，真的蛮开心，说个道理，能人心不够。